長全日制幼稚園暨幼兒中心係香港其中一項重要嘅兒童教育服務，由星期一至五上晝8點至下晝6點，以及星期六嘅朝頭早全年運作，為2至6歲幼童提供教育及照顧服務。由於服務時間長同埋較全面，好適合一啲雙職家庭或者有其他特別需要嘅家庭使用。不過，現時提供長全日服務嘅幼兒學校、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只係有246間。提供名額不足3萬個，但全港約有24萬名2歲至6歲嘅幼童，估計當中一半嚟自雙職家庭，服務長期供不應求。有2個小朋友嘅關太話，好難揾到長全日服務，大仔更加需要由九龍灣到鑽石山區跨區返學。九龍灣揾咗好多間都係冇位嘅，同埋我個仔唔講嘢，佢唔肯講嘢嘅時候，可能面試人哋都唔會收佢啦。係啊，咁跟住我諗觀塘又揾過，基本上好多地區都揾過嘅學校都唔收嘅，係啊，同埋有啲係直情係 full 啊，已經揾晒啦，人哋已經可能1歲未夠已經開始報名啊，根本就係唔足夠啊！呢啲學校。關太曾經患有產後抑鬱，當大仔揾到長全日服務之後，舒緩到照顧小朋友嘅壓力，先至計劃生第2個小朋友。喺細仔將來揾到長全日制幼稚園之後，關太希望重返職場幫補家計。至於雙職家長姓張嘅夫婦話，由於自己父母身體唔好，唔能夠協助照顧自己個女，長全日服務就可以俾佢哋安心工作，而個女都可以適應校園生活，得到全人發展嘅教育機會。教育服務咧係唔單止咧係着重小朋友嘅學習嘅，其實喺嗰個生活習慣啊、自理能力啊，同埋社交方面咧，都係好好嘅能夠幫助得到嘅。咁因為咧喺學校裏邊咧，因為時間全日喺度啦，咁佢唔單止咧就係學習啦，除咗早上要做嗰個體操啦，另外咧就上午有半個小時，下午有半個小時咧大肌肉嘅活動嘅。咁呢啲係幫助到小朋友嘅體能發展啦。另外咧就我哋亦都係有嗰個分組學習啦。咁就係幫小朋友學會學習啦，同埋咧喺知識嗰個嘅增長啊，同埋係喜歡學習方面咧，係建立一個良好嘅基礎嘅。議會期望政府喺15年免費教育嘅諮詢裏邊，需要充分考慮呢啲長全日制學校對家庭同埋兒童發展嘅重要性，全面資助長全日服務，以及因應唔同地區人口嘅需要，增加服務名額，協助有需要嘅學童同埋家長。